这条做好阮台湾的马子。哟，这是马子。我的马子地对，我的马子准备好未？我的马子准备好。啥物货是马子上贴的兄弟，上好的小弟，好的朋友嘛是。马子处理代志拢做得足水，马子爱当一定到啥工知安怎做人，行路有风度，笑足强。讲的话算话，一定白，学要讲话，就对体力讲话，别惊老话。啥物话拢做，啥物话拢好。我来点2块，就分你1块，直直拍车啦，直直去小拍。无你管这，无你管迄，啥物话一句话。我的马子地对，我的马子准备好未？我的马子准备好。问题阮做阵来去，看到得马子甲你处理拢袂惊死，啊陪你上班的马子甲你教，阮上少，阮阿为了查某教，因知影谁上吊，为查某上拍起笑，哪有可能阮的马子真有风度，食个屎你对阮家己啥物货嘛拢好，叫我帮忙我马上就做。我的马子地对，我的马子准备好未？我的马子准备好。我才开始，我是上正港的台湾马子，题目我嘛会使，你讲去当做你来。听我听下白青山，我做大大，啥物话拢讲。人做你的麻烦，你做我的麻烦，因为我是你的马子，啥物话，落山你有啥物代志，我一定甲你处理。你要讲办法交互咱解决我的，无分你的，啥物话拢是阮的，这世界拢是马子的。一天过一天，我永远马子帮；一暗过一暗，我永远马子帮。我的马子地对，我的马子准备好未？我的马子准备好。马子一定甲你听个底，马子一定甲你听个底，马子一定甲你听个底。